各位網友大家好，喺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 最緊開幕嘅鐘仔，等個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先嚟講講樓市消息，麥當勞美國總公司再賣出一個商鋪，最新賣出嘅係銅鑼灣怡和街46號至到54號麥當勞大廈1樓全層連地下入口，2樓全層以及5樓 ABC 平台，建築面積大約10270尺。註冊登記發現喺上個月以大約1億1870萬賣出，尺價11558蚊。據了解，目前麥當勞每月租金係59萬7，預料新買家將會享有6厘嘅租金回報。而新買家係間公司，如果以公司嘅命名字面解釋，大有可能係一班人夾份投資。而公司嘅董事叫做伍燕，而值得留意呢位人士喺較早之前已經先後買入咗麥當勞2個鋪位。包括以1億050萬買入西環市美菲路12號地下以及1樓，面積6826尺，尺價14723。而另一個鋪位就係麥當勞位旺角西洋菜南街5至19號地庫，面積7367尺，成交價8320萬，尺價11293蚊。換言之，麥當勞喺今年7月大規模放售旗下嘅鋪位資產。首階段推出8個鋪位，目前賣出咗6個，套現4億9千萬。而伍燕及相關公司就用咗3億，先後買入咗其中嘅3間。而資料顯示，麥當勞喺1984年嘅6月，以超過1億3100萬買入呢棟大廈嘅一籃子物業，包括商鋪同埋寫字樓，連埋大廈嘅命名權。有部分已經係早年賣出，所以計唔到條數，但預料今次嘅出售仍然會有豐厚嘅利潤。另外仲有名人出貨，已故知名馬主周南，即係爪王一系嘅家族成員，喺一個禮拜內連沽2個商鋪，其中一個就係尖沙咀彌敦道66至到70號金冠大廈地下 H 鋪及地庫，建築面積3400尺，以2928萬年租約易手，尺價係8612。而鋪位嘅租客係一間專門賣印度食品嘅特色超市。而業主係間公司，公司嘅董事叫周錦全，同周南嘅細佬同名，預料係同一人。喺1996年以1650萬買入，次貨29年帳面賺咗1278萬，相等於升值咗77.5%。而值得留意係佢哋家族成員日前亦都賣出咗一個核心區嘅鋪位，以5500萬賣出尖沙咀彌敦道83至到97號華園大廈地鋪及閣樓。次貨38年，帳面賺咗4390萬。如果連埋今次嘅成交，佢哋家族一個星期內已經連環賣出咗2個尖沙咀鋪位，合共套現8428萬。而喺上年嘅9月，即係大約4個月前，佢哋家族先至賣出咗深水埗元州街一個食肆鋪位，但係就冇呢2個鋪位咁好彩，4年蝕咗超過1001萬，差唔多4成。另外，市建局就旺角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向受影響嘅住宅業主發出收購建議，提出以實用面積每平方尺15377蚊收購佢哋嘅物業，而有關嘅尺價係假定同一地區7年樓齡嘅假設重置單位尺價。另外，市建局會以項目原址重建嘅新發展項目內嘅樓換樓單位，作為給予俾合資格嘅住宅物業自住業主現金補償以外額外選擇。而項目內嘅非住宅物業，市建局除咗會按照現行嘅收購政策向受影響嘅業主提出收購建議之外，為咗保留花墟地區嘅特色，佢哋亦都會為項目內經營花店或者花卉相關業務合資格嘅地鋪商戶提供無縫過渡及回遷安排嘅選擇，等佢哋可以喺重建期間同埋完工之後可以繼續留喺花墟經營。喺重建期間，佢哋會喺項目嘅範圍內沿花墟徑開闢建造一個花墟中心嘅營運空間，足夠容納同埋集合現時分散嘅受影響花店進駐。而15300嘅收購價算係好好價，涉及191個業權。就呢個收購建議，業主有60天嘅考慮時間。而當業主接受並完成收購手續，市建局會為有關物業內所有合資格嘅租客提供特惠津貼，而合資格嘅住宅租客更加可以選擇安置安排以替代特惠津貼。但15300呢個尺價，只有自住嘅業主先至可以收租。如果係收租業主係需要打折，因為市建要負責幫你招呼埋個租客。市建喺2024年預計整個花墟項目總收購成本大約25億，日後可以提供1350個單位。
有機會分期發展，而整個項目預計完成日期係2036年。另外，香港持有唔少物業被指控涉及國際詐騙同埋洗黑錢嘅柬埔寨太子集團創辦人陳志，遭柬埔寨拘捕，並且喺尋日遣送返中國受查。而柬埔寨國家銀行就今日宣布正式接管太子銀行所有業務同埋資產，並進行清算。根據《簡中日報》嘅報導，柬埔寨國家銀行喺今日發公告，已經揾咗指定嘅會計公司為太子銀行做清算。而由即日開始，呢間公司將會全面接管並管理太子銀行嘅所有營運同埋資產。而公告同時指出，太子銀行已經暫停提供任何新增銀行服務，包括吸收存款同埋發放新貸款。而喺太子銀行有存款嘅客戶，仍然可以按規定處理正常嘅取款業務。客戶只需要準備相關嘅取款檔案，銀行將會按規定優先順序咁處理。而嗰啲爭太子銀行錢嘅人仍然需要繼續履行還款義務。而柬埔寨內政部尋晚嘅通報就表示，應中方嘅請求，將太子集團創辦人陳志同2名中國公民逮捕並移交中國，而且上個月已經剝奪咗陳志嘅柬埔寨國籍。柬埔寨都幾兒戲，國籍話剝奪就剝奪，仲枉陳志撲心撲命做埋洪森政府嘅國家經濟顧問。而央視今日有報道話，喺柬埔寨有關部門支持配合之下，公安部門派出工作組，成功將重大嘅跨境賭詐犯罪集團頭目中國籍嘅陳志由柬埔寨金邊押解回國。呢個就係中柬執法合作取得又一重大嘅戰果。而就呢件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亦都喺記者會上面回應提問。今次咁高調大搞陳志移送期間，公安仲拍晒片，無非都係想話俾國民聽，中國都有跨境逮捕犯人嘅能力。另外，關於恒生嘅私有化，佢哋喺今晚終於出公佈，話股東批准私有化方案建議。喺法院嘅會議上面，有大約85.75% 投下贊成決議案，支持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私有化恒生銀行。同時，股東大會亦都批准咗實施呢項建議及計劃嘅特別決議案。喺獲得高等法院默許以及達成計劃文件所載嘅其他條款之後，私有化計劃預計喺1月26號生效並具備約束力。恒生銀行預期喺1月27號晏晝4點正式撤銷喺香港聯合交易所嘅上市地位，而恒生銀行都表示將會繼續按照收購守則同埋上市規則規定，就私有化嘅進程發布進一步嘅公告。另外，今年首個矚目新盤新地位西沙嘅 Sierra C 2A 期首輪銷售今日截票，發展商初步點算已經收到大約42,000個認購登記。較今個星期六發售213伙價單位，超額認購大約196倍。而項目今次嘅收票量亦都創出本港新盤首輪銷售歷史新高紀錄，成為新嘅票王。而項目一期舊年年中賣樓，首輪收票都超過37,300張。有消息，如果兩公婆買一個單位而同時入票，最多可以入16票。而近日都出現咗唔少短炒獲利個案，需要盤點一下。藍籌屋苑方面，有喺太古城華山閣低層 F 室685尺賣咗930萬，尺價大概13,500。業主喺2024年嘅9月以839萬買入，次貨大約15個月，帳面賺咗91萬，相等於10.8%。仲有間麗港城10座低層 C 室517尺賣咗627萬，尺價大概12,100。業主喺2025年嘅4月以556萬買入，次貨大約9個月，帳面賺咗71萬，相等於13%。之後嗰啲都係一手新盤買入，其中包括跑馬地溫莎迪6歐高層 D 室379尺賣咗828萬，尺價大概21,800。業主喺2024年嘅10月以692萬買入，次貨15個月，帳面賺咗136萬，相等於20%。跟住仲有灣仔嘅 Queen's Quay 低層 C 室279尺賣咗565萬，尺價大概2萬。業主者2025年嘅8月以509萬6千蚊一手買入，次貨5個月，帳面賺咗55萬4，相等於11%。第四間就係元朗嘅朗天峰2座低層 J 室284尺賣咗360萬，尺價大概12,600。業主喺2025年嘅2月以298萬3,500蚊買入。
當時賣樓花最近收樓，次貨11個月帳面賺咗616500，相等於21%。不過呢件貨買入嗰陣時應該絕無僅有，尺價只係10492蚊。要買到首張價單啲單位先至有咁嘅價錢，事關發展商自己加價都加得好快。仲有一短炒獲利就係天水圍天榮站嘅 Yoho West 2A 座中高層 A 8室454尺，賣咗586萬，尺價大概12900。業主者2024年以552萬買入，次貨大約年半，帳面賺咗34萬。有指當時買家提早成交，可以收到發展商6% 現金回贈，嗰度大約33萬。如果加埋預料可以賺到67萬，大約12%。而呢幾日涉用嘅單位都唔少，包括未補地價居屋屯門悅湖山莊4座低層 B 室592尺，賣咗433萬8千蚊，尺價大概7300。業主喺2019年以543萬買入，次貨7年帳面蝕咗109萬2，相等於20%。跟住仲有黃竹坑站上個晉環有間1A 座高層智室840尺，賣咗2330萬連車位。有指業主喺2021年用3189萬2千蚊買入個單位，再喺23年用390萬買入個車位，總成本係3579萬2，次貨5年帳面蝕咗1249萬2，相等於35%。跟住仲有筲箕灣晉峰花園 E 座高層1號室450尺，賣咗596萬8，尺價大概13200。業主喺2020年以768萬買入，次貨6年帳面蝕咗171萬2，相等於22.3%。仲有一間就西半山嘅巴炳頓山低層 D 室560尺，賣咗1338萬，尺價大概23800。業主喺2018年以1835萬4千蚊一手買入，次貨超過7年帳面蝕咗497萬，相等於26.7%。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